大家有冇注意到最近幾個月北京推出咗一啲好唔尋常嘅金融政策？中國政府今次向香港嘅金管局同埋證監會施壓，唔單止係嚴格限制國內嘅資金外流，禁止大陸人去海外投資，甚至係掉轉頭對香港呢個金融中心進行一次大手術。根據現在新嘅規定，香港各家銀行必須要倒查3年，將內地人唔合乎規定嘅賬戶通通清退。而且內地人現在想開新戶嘅話，要經過嚴格嘅審查。呢套重拳咁樣打落去，等於直接切斷咗內地資金想透過香港去買美股同埋港股，斷咗資金出境嘅主要渠道。咁結果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啦，市場信心直接咁崩潰。當亞洲股市因為美伊戰爭露出曙光而大漲嘅時候，香港股市獨自下跌，外資走得最快，整個香港金融業哀鴻遍野。好多經濟學家睇到呢度都百思不得其解。現在中美關係明顯係緩和咗，中國點解喺呢個時候推出呢啲極端嘅措施呢？直到今日，我哋先揾到一個比較合理嘅答案。日本兩大頂尖智庫星期一發表咗一份研究報告，推測中國政府好可能喺度準備緊一場喺10年內發生嘅大型戰爭。所以喺過去一段時間都陸續推出咗相關政策，積極準備。日本智庫細川和平基金會引述俄羅斯嘅權威中國問題專家卡申，佢喺大陸嘅實地研究指出，中國其實一早就靜靜咁啟動咗戰備時代嘅戰略。首先係模仿日本侵華戰爭同埋上世紀冷戰時期，將主要工業搬到去內陸安全嘅地方，好似晶片、國防呢啲關鍵供應鏈已經通通搬咗去四川、重慶呢啲內陸腹地。連內陸高鐵本質上都係當成咗戰時安全運輸走廊，以四川省同重慶市為核心，為咗要連接中國東西南北嘅重要樞紐位置，佢被定位為建設陸海空戰略運輸走廊嘅重要核心。喺呢個基礎上面，中國希望將內陸地區整合為全國同埋係跨中亞地區嘅交通網絡裏邊，即係可以連結埋俄羅斯、中亞地區，以至係伊朗嘅海陸空交通戰略樞紐。而建設呢啲運輸走廊嘅目的係為咗支撐住軍民兩用嘅緊急物流保障體系同埋資訊管理系統，令到佢唔單止能夠喺和平時期運作，亦都能夠喺緊急情況之下發揮功能。中國嘅高鐵建設計劃經常被外界批評缺乏經濟效益，但係從戰略角度嚟睇，呢啲建設未必係以經濟效益為首要考量嘅，而係基於安全保障嘅需求，係具有戰略意義嘅交通運輸工具。我哋再睇下中國嘅資源儲備，中國嘅原油儲備早就達到咗18億桶，係美國嘅1.3倍。佢哋仲喺度瘋狂囤積緊糧食、銅、鋅呢啲戰略物資。最近推出嘅國家儲備安全法就係為咗應對未來長期嘅國際全面封鎖。日本主要嘅安保智庫近期針對東亞衝突做咗一啲最新嘅推演。報告話，一旦開戰嘅話，美歐對中國實施嘅金融制裁同埋物資禁運規模將會係俄烏戰爭嘅10倍以上。研究報告仲指出，中國目前推動嘅各項政策係建立喺呢種嘅假設上面，即係到咗2020年代末至到2030年代初，可能發生甚至係無法避免嘅一場大規模戰爭。而呢場戰爭可能係伴隨住國際社會對中國嚴厲嘅制裁、海上封鎖，甚至係對城市地區發動飛彈攻擊。所以卡申認為，習近平對軍方、外交系統同埋國有企業嘅內部進行大規模整肅，係為咗加速建成全方位防禦體系。仲有一點報告裡面冇提嘅，喺過去10年，中國一方面拋售美元資產，一方面瘋狂咁囤積黃金。中國央行自2024年底開始，創下咗連續19個月不間斷咁增持黃金嘅驚人紀錄。喺2025年全球金價暴漲嘅時候，依然堅持不斷咁買入實體黃金。今年上半年，全球嘅外匯儲備出現咗歷史性嘅黃金交叉，黃金已經超越美國國債，成為咗全球央行最核心嘅儲備資產。
黃金佔比升至27%，美債降至22%。中國將美國國債持倉削減至18年嚟嘅歷史新低，轉手換成美歐政府無法凍結嘅實體黃金，目的非常明確，就係防止喺爆發大戰嘅時候遭遇好似俄羅斯咁樣被西方凍結數萬億美元嘅外匯資產。再睇翻日本智庫呢份報告，佢哋話中國高層現在評估戰爭嘅標準根本唔係會唔會被制裁，而係被制裁之後能夠支撐到幾耐。而中國目前最脆弱嘅唔係軍隊，而係社會嘅承受力，仲有外匯儲備呢條金融生命線。參考呢份智庫報告，我哋再睇翻最近限制資金外流、重擊香港金融業嘅呢啲奇怪嘅舉動，咁大家可能已經揾到答案啦。喺中美關係趨於緩和嘅時候，呢啲絕對唔係單純嘅經濟政策，而係戰時嘅金融演習，起一道金融資產防火牆。對北京嚟講，外匯儲備係戰時用嚟買糧食、買原油、買晶片。咁如果任由國民透過香港將錢換成美金逃到國外，咁樣喺未開戰之前，國家嘅金融外匯就俾自己人吸乾咗啦。正喺呢個戰爭準備嘅大前提之下，喺國家安全呢個最高原則面前，香港股市短暫嘅大跌根本係微不足道。咁所以結論係，中國政府現在已經唔將經濟增長放喺第一位，而係做緊戰時準備。對香港人嚟講，已經唔可以以和平時期追求利潤呢個思維去了解北京嘅政策思路。咁樣我哋就可以理解2019年北京不惜冒住破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呢個風險，都要嚴格落實國安法。而且實施嘅時候比中國大陸仲要嚴格，因為萬一爆發大型衝突，香港會係中國一個好大嘅輿論甚至係金融安全嘅缺口。